哇，好香啊！香嗰啲即刻食得到。自己整嘅茶葉蛋真係又簡單又好食。哇，好入味。奶奶整乜嘢啊？整個炸魚蛋聽住做早餐啊！啊，整15個啦。誒，逐個洗乾淨佢哋。整暗湯蛋嚟嘅，一齊煲。第一步凍水落部先煮8分鐘係咪啊？係啊。啊，滾咗之後煲8分鐘嘅，放喺凍就可以浸嘅。嗱，卜爛嘅入味啲嘅蛋。嗱，又係呢個茶葉蛋料包嘅，做出嚟嘅炸魚蛋好香㗎，全部都浸到實料嚟㗎，配料表好乾淨㗎，直接放喺得啦呢，好方便㗎，唔就幾配啊，加少老抽，少少生抽，2羹鹽，2粒冰糖，放少茉莉花，滾轉細火煲30分鐘。哇，好香啊！香嗰啲即刻食得到。这样做的茶叶蛋真的一口氣可以吃幾個。啊，細細聞我知道肯定好入味。这样煮出來的蛋黃粉粉糯糯的。蛋黃好好食啊！今日早餐粟米加茶葉蛋，超易搣好啊！哇，爆汁啊！超入味咧，鵪鶉蛋，一啖一個。今晚仲更加入味啊！琴晚未入味晒咯，食好多字，今朝食好多字，聽落好香啊！好入味，好香啊！最中意鵪鶉蛋嚟啦已經，好唔好食啊？好啦。